齐天大圣能光临，实在是我们小店的荣幸。钱我们老板肯定不会收的，不知道大圣能不能赏个脸，给我们签个名啊？没问题。好，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。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，不谢不谢啊！哎，慢走，大圣慢走，慢走啊！走了，拜拜。猕猴，哎，六耳猕猴是个什么鬼啊？追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来，去。没错，我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得罪了这个姐姐，所以我才用了六耳猕猴的假名字。既然现在被他抓到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他从西边过来，是齐天大圣，而且他现在脾气特别的不好，风尘仆仆，说不定还迷了路。如果你们要是跟他抢我的话，他一定会把你们给杀了。走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你怎么知道我脾气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从西边来？你怎么知道我迷了路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抢东西？你跟踪我！不，只是个偶遇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天色这么好，咱们改天再约啊。再让我发现你跟踪我，我就把你烧成灰。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吗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全呢？啊？我不跟着你，怎么会安心呢？有什么不安心的？我就是要一直看着你。看着我？你谁派来的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先别发火，也别生气，你听我讲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所以我一直尾随你，但是我却找不到接近你的办法，于是我就到处捣乱，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你对我的注意。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，我本来一辈子都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如果你想杀了我的话，那正好。这样我的心就不会那么痛。这兰花王一点用都没有，真的是太生气了。亏我跟他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我现在就要把他拔了。哎，没事儿的。虽然啊，这期望很高，可是我也不是没做好失败的准备啊。而且我们这是第一次尝试嘛，失败了也不奇怪呀。不然那么容易完成的话，哪能算得上是难题呀？啊？你看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，你怎么比我还要难受？哎，放心啦，这一点小的打击啊，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只会让我更努力、更坚强。大王，不好了！大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我们抓了一个。我兄弟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跟他去计划一下。走。大王，你怎么不告诉紫霞仙子，让她一起来帮忙啊？
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帮什么忙啊？你现在赶紧告诉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们捉住一个从天上下来的神仙，站在云上边，咻，这样下来的。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。不知道，他就一个人下来就问大王你人在哪儿？我们当然不能说了，所以就出手把他抓了。你当我傻呀？神仙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们给抓了？大王，我可没撒谎啊！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在这里设了好几层的陷阱呢。谁知道后边的还没用上呢，他就被抓了。这么说，他还挺弱呀，这么容易就被你们抓了。大王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神仙虽然一副弱鸡的样子，可是兄弟们都快要被他逼疯了。逼疯？为什么呀？捉住他以后，我们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审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儿。现在是我们审问你，你凭什么提问题？哎呀，这位豪兄啊，你这样说呢就不对的了。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，现在呢是我提问的时间呢。我提问的时间你不让我问问题呢，就是你不对了。人和豪之间呢也是讲究互爱互信的，如果没有互爱互信的话呢，就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，大家都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了，生活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愉快的小插曲了。比如说，现在你想问我问题呢，我就不是很愿意回答你了。为什么我好想揍他呀？你都打了我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告诉他，这儿是花果山牢房。牢房，我来花果山呢，是要找齐天大圣，跟他聊下天。我是来做客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把客人带到牢房来？这就是你们花果山豪子的待客之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没轮到你呀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！要听人把话说完，这个也是做豪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礼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礼呀？哎呀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你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客人，什么是敌人，什么是客房，什么是牢房。为什么他讲话，你打架？醒醒！我刚刚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我这么恨你呢？这个人很危险呢，咱们不能再听他多说一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把老猴请过来。啰嗦，爱讲道理，谁还能讲得过老猴啊？老猴，这个人要挑战你道理之王的位置，我们不服，可是又说不过他。好说，好说。大王，我们只提了一个问题，之后他却提了一堆的问题呀。他真的只是说话，没有动手，没有用法力吗？没有，但说真的，与其听他唠叨，那还不如打一架来得痛快呢。这么想被打，要不要来一场？大王，我只是表达一下我郁闷、憋屈的心情。看来这个金蝉子真的是跟天庭上那些只会打的天兵天将有所不同。不过既然老猴现在已经出马，我想应该已经摆平了吧。原来是个年轻人呐！阿弥陀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博览群书，通晓世事，我懂的道理比你睁眼的次数还要多呀。这位老先生啊，其实呢，我对您的这个见解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意见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懂得道理的多与少呢，不能够根据他的年龄，还有他读了多少书来判断的。因为呢，天然
道理呢？还有啊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眨了几次眼睛呢？哇，诶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未曾见过，你长得也是很有个性。都说你很啰嗦，果然开口不反呢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他们肯定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？当面说出来多好啊，又没有误会。你呀，不要听他们乱讲，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用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别人的心。我不想感受，请吧。等一下，看你的站姿这么霸气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？哎呀，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啊，好开心呀！我终于见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指啊，我代表了天庭呢，要过来跟你聊一下。聊一聊？难道你不是来抓我的吗？哎呀，不要说抓那么难听了，我只不过握了一下你的手而已，看我多有诚意。除非你打败我，我就跟你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怎么这么喜欢打架呢？打来打去，打打杀杀，又会流血，又会变丑，还会痛啊！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啊，我带你回天庭，我介绍如来给你认识。我住口！哎，你这个好只是脾气这么大的，吓死人了！凶我干什么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你不走，老孙俺走。等等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？我好饿。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如果打死我你就去见玉帝的话，那你就打死我吧。你打不死我，我不走。我不吃肉啊。